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呢個係一個好常讀嘅一個詩篇。教會呢係常常讀。頭先Sandy 講佢唔係認識聖經好多，但係呢，我相信佢都之前呢係聽過詩篇23篇嘅，係我哋常常都會讀得到嘅。詩篇23篇嘅作者，我哋所有人都承認係大衛王寫嘅。不過佢幾時寫呢？即係邊個年日寫嘅呢？就冇一定嘅睇法。不過第一，我相信係佢做咗皇帝，即係佢30歲封立為呢個嘅以色列王之後寫出嚟嘅。大約如果係呢個咁嘅講法呢，就會係1000 BC， 即係主前呢係1000年大約咁上下嗰段日子呢係寫嘅。詩篇23篇係大衛回顧佢個人同上帝15至20年嘅關係。嗱，我唔知道你信咗主幾耐，5年啦、10年啦、15年啦、20年啦，或者已經50年啦。對大衛嚟講，呢個係一個15至20年嘅一個回顧。大家知道佢年輕嘅時候 teenage， 喺佢爸爸屋企被派做牧羊人，即係佢去牧嗰啲羊嘅，喺屋企外邊裏邊咧，喺山上面放羊。呢個唔係一個高等嘅職業，呢個喺當時嚟講係一個低下嘅工作。不過故事喺嗰時咧就係講，當佢大約係15歲嗰個時候，先知撒母耳就嚟到呢個嘅佢嘅屋企耶西，嚟到去揀選咗佢，高立佢為下一任繼任以色列嘅掃羅王嘅候選人。大衛年青嘅時候可以咁講，才智速進，深得所有人嘅歡呼。當佢哋有一次打完仗翻嚟，呢啲民眾就話掃羅呢個皇帝啦，殺敵千千，但係大衛咧就殺敵萬萬。嗱，如果你係大衛聽見咧，你梗係好開心啦，啲人咧係擁護你。但係如果你係掃羅咧，聽咗之後心裏邊就未必係接納。當時掃羅王係極其嘅妒忌、猜疑、不安。呢一個嘅情緒反應演變咗，日後掃羅王有10多年嘅日子，佢咧情不自禁係追殺大衛。呢個日子嘅最後，掃羅王日漸失去咗自己嘅自信，佢發覺佢同上帝嘅關係越嚟越遠，聽唔到上帝嘅聲音，上帝又好似冇聽佢嘅祈禱。喺咁嘅關係底下，作為一個皇帝，佢亦都失盡晒人民對佢嘅信任。終於喺最後，喺一場重要嘅戰役同非利士人作戰，佢同埋佢嘅3個仔都戰死沙場。唔單止佢自己，佢影響咗佢嘅家人，更加重要嘅影響咗佢嘅國家以色列國，被攻陷，以致到大家都痛失家園。呢件事嘅另外一邊，就係頭先我哋講大衛逃避掃羅王10幾年流亡10幾年嘅追殺。聖經講有2次嘅機會咧，大衛可以嚟到去消滅或者殺害掃羅王嘅。不過基於掃羅係上帝所膏立，大衛唔肯下手。
佢嘅唔肯下手嘅結果係乜嘢呢？結果佢就要長期10幾年流浪異鄉，亡命天涯，寄人籬下，受盡屈辱。不過話說回來，大衛喺呢10幾年嘅苦難裏邊，佢每一日、每一個月、每一年，都係學緊點樣去依靠上帝。喺呢個嘅10幾年嘅日子裏邊，一段相當長嘅時間，佢睇到上帝點樣保守佢，由一個危險去到另一個危險，去到另外一個危險。大衛體驗到上帝嘅信實，佢就套用返佢自己年輕嘅時候做牧羊人嘅經歷，於是佢就話：耶和華是我的牧者。對大衛嚟講，由佢被膏立到佢封王30年，30歲，前後15年嘅困苦，我相信喺大衛嘅一生裏邊曾經都出現過，正如你都出現過一樣。剎那間你想放棄，你想放棄對上帝嘅信任。點解你差先知撒母耳嚟要封立我，但係10幾年我要流徙呢？喺嗰個過程裏邊，佢一定問好多，喺困難、喺困苦嘅日子裏邊，上帝你在哪裏？不過，當我哋讀詩篇23陣間再睇落去嘅時候，你就會發覺，大衛唔係有一種強烈嘅bitterness， 苦暱味，唔係話哎呀都算啦，咁辛苦都捱過啦咁樣。佢係比較正面嚟到去睇嗰10幾年嘅流亡。喺度咧，我就諗翻起一個人，我相信大衛可能有機會都諗起嘅，就係佢嘅先祖約瑟。約瑟年少嘅時候被賣落去埃及，之後佢要經歷到一段好長嘅時間，遭不公義嘅對待，下監，人哋應承佢咧會救佢出嚟，又唔記得咗。於是佢係守住呢一份嘅信念，直到有一日咧係平反，係出翻嚟，係成為埃及嘅宰相。嗱，會唔會喺大衛嘅逃亡日子裏邊，約瑟會係佢一個常常都諗起嘅一個例子，等佢學持守落去咧？大衛喺詩篇23篇嘅見證咗一樣好真實嘅嘢，就係人生係充滿咗起落、高低起伏。有時我哋係活喺青草地溪水旁，活喺一個如詩如畫嘅處境。不過呢個順境喺一個人生常常轉彎嘅角落，人又會陷入喺死蔭幽谷，就好似墮入黑暗，但係睇唔到曙光。向前行又唔知道黑暗究竟要行幾耐，內心嗰份嘅掙扎就不斷纏繞問：我應唔應該放棄？我應唔應該去第二度呢？我應唔應該唔做呢份工呢？我應唔應該唔再相信呢一位嘅上帝呢？對大衛嚟講，順境同埋逆境係交織住嘅，即係話兩者重複出現，有時順境，有時逆境，有時一齊嚟。對大衛嚟講，佢冇放棄對上帝嘅信心，佢好清楚知道上帝對佢嘅召命要等15年，
係足足15年，上帝先完全體現佢嘅信實。早下我同我太太講，嚟咗溫哥華36年啦。好記得咧，開始嚟嘅時候喺牧愛堂，唔係而家咁嘅樣嘅，係完全唔同樣嘅。我哋咧都有差唔多300人嘅，因為嗰時冇直堂。喺溫哥華得一間華人聖公會，如果你要去聖公會咧，你就冇得揀啦，你就要嚟溫哥華。咁嘅意思即係溫哥華咧係承載住江湖四海，所有唔同嘅人嚟自唔同嘅背景，包括土生。喺我嚟嘅時候咧，教會起碼有2/5人係土生嘅，佢哋喺度幾廿年，或者有啲40-50年，喺度出世嘅。佢哋嘅諗法，佢哋嘅做法，佢哋嘅想法，佢哋對教會嘅期望，對佢哋自己喺呢個社會裏邊嘅期望，全部都唔同。可以想象咧，係一個相當難走埋一齊住在一起嘅一個群體嚟嘅。嗰段日子，我哋經歷過好多直堂、分堂，甚至人與人之間嘅分裂。大約經過7-8年咧，一個咁長嘅日子，我哋咧係先至經過直堂之後，慢慢重建我哋牧愛堂嘅群體，叫做有一個合一比較齊心嘅一個群體。咁當然咧，就當時嚟講，三分二都係97或者90年代嘅新移民。咁我哋咧就其中開咗向社會服侍工作、青年工作嘅，我哋又叫一個機構，如果你冇聽過嘅，叫做跨越，大約有15至20年嘅歷史，係幫助啲青年人，同埋我哋係能夠帶啲青年人咧喺去唔同嘅教會，唔係淨係聖公會。我哋又做咗唔少嘅直堂工作，嗰啲嘅情況好似慢慢改變同埋向好啦。不過好景不常，求其抽一樣嘢講，加拿大聖公會就開始進入祝福同性同埋婚姻，同性婚姻，教會就進入咗10年嘅抗爭。然之後咧，好困難嘅日子裏邊咧，我哋先至考慮買呢個堂。咁呢個好長嘅故事啦，有書可以讀。藉著呢個購堂，我哋又開始一個多元文化嘅工作，唔係淨係華人。我哋做菲律賓，我哋做日本教會，我哋要南亞教會，我哋做唔同嘅種族嘅宣教。好多人都多謝同埋鼓勵我哋。不過跟住我哋又遇到 COVID-19， 因為咁樣，我哋有3-4間嘅多元種族教會咧，喺咁嘅情況下離散，對我哋元氣大傷。嚟到幾年前，我哋先至重新再上路。如果你問我讀詩篇23篇嘅時候，我哋睇翻一下牧愛堂嘅歷史嘅時候，其實都係一樣，高低、順境逆境係層出不窮。當你以為有一段日子可以唞啖氣啦，但係又有新嘅挑戰度。我哋點樣牧養我哋嘅第2代、第3代呢？永遠都係我哋嘅課題，永遠都係我哋嘅挑戰。對，今日坐喺度，你啱啱移民嚟3年、5年嘅先，2位弟兄姊妹去做見證嘅，呢啲只係冰山一角。坐喺度，我琴日喺細細班都有成，所有人講佢嘅故事講咗2個鐘，
我哋有我哋嘅故事。而家我聽到嘅、學到嘅，就係你點樣申請你嘅工作證，你點樣申請你嘅 PR。上個禮拜我開呢個 Clergy Day 嘅時候，突然間我都醒覺，望下啲人嘅樣同埋舉手，原來我哋嘅群體領袖咧、牧者同埋傳道人啊咁樣，有一半嘅人都未有 PR， 佢哋都係喺度掙扎，等緊點樣攞到呢個 PR， 以至穩定到屋企。我知道坐喺度嘅有啲弟兄姊妹，你都喺度掙扎緊。我哋嘅會理長胡牧師Angus 咧，佢就掙扎咗3年幾4年啦。佢嚟咗溫哥華之後，佢申請 PR， 咁啊話俾佢聽都係6個月到、8個月到、1個年到，結果3年都冇消息。咁啊，其中個代價就係佢2個女讀大學，全部係當 foreign student， 咁佢就俾咗幾十萬。咁啊，最近2-3個月前，仲因為有啲嘅文件嘅問題咧，令到佢突然間冇埋個工作證。11月尾開始，佢唔可以做嘢。唔可以做嘢嘅意思就即係冇收入，直到上個禮拜啫。其實到上個禮拜係我哋而家睇翻轉頭先睇到嘅啫，因為到上個禮拜嘅時候，我哋都唔知仲要等幾耐。我只係想提出喺我哋人生路，我哋就算係基督徒，就算你係牧師，甚至應該主教就唔被列入嘅，因為如果你冇 PR 都做唔到主教噶啦。我哋同呢個世界嘅人都係要行呢條路嘅。我唔想話俾你聽，你係基督徒，你係母愛堂嘅人，你就一帆風順，由第一日起帶入嚟你就掂噶啦咁。我冇講過呢個説話係咪？唔知有冇人同你講過呢個説話？喺人生嘅路裏邊，我哋同呢個社會裏邊每一個人要走過嘅係一樣。不過喺呢個過程裏邊咧，我哋就會睇到上帝從來都唔會遺棄我哋，係與我哋同行嘅。詩篇23篇，大衛喺最後嘅時候，當佢講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咧，佢就轉入另外一個佢嘅境況。咩境況啊？上帝嘅聖殿。大衛睇見上帝賜俾佢恩典，高立佢，並賜俾佢福杯滿溢。簡單嚟講，就即係話大衛揾到一個屬靈嘅家，既安全又平安。安全同平安嘅意思係指緊佢嘅內心裏邊。外邊嘅世界係好多困難、好多挫折、好多追殺，所以大衛話：在我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。嗰個筵席擺設出嚟係有敵人喺當中嘅。不過呢一個嘅筵席使大衛喺過去嘅日子佢所見過嘅係有上帝嘅同行，同埋佢適時嘅祝福。我哋新年頭先都有係咪？萬事勝意，呢個係我哋嘅許願，但係我自己咧，我講緊我自己咧。當你咁樣祝福我，我好多謝你嘅。不過我自己諗下，我係咪真係會聽完之後萬事勝意咧？唔係啊！聽日我仲有好多困難嘅嘢要做。下個禮拜、下個月嚟緊嘅呢一年，當我進入一個現實嘅人生，因為生命根本就係有喜樂，順境同逆境係交織住。不過嗰個嘅應許就係上帝與我哋同行。
你信唔信得過佢？我自己冇力行嘅時候，上帝係會扶起我，佢會幫我行過一啲我行過唔到嘅關口。所以今日你嚟揾我，就問我而家處境係咁，即係點樣面對咧？弟兄姊妹，我唔係上帝，就算係耶穌，佢在地上佢自己都要行過呢個困難嘅日子。不過佢知道上帝嘅靈與佢同行，佢知道冇困難係可以阻擾佢對上帝嘅信心。日子只不過係比佢更加堅強嚟到相信，以致佢嘅生活，我哋嘅生活變得更有光彩、有力量、有毅力同埋有盼望。因為喺新年嘅裏邊，我可以讀一大紮即係許願好聽嘅説話，聽完大家都好舒服嘅。但係我更加想話俾大家聽，前面嘅路係有順境有逆境。我所掌握嘅，只不過係上帝佢自己道成肉身嘅時候，佢都行過呢條路。佢行過呢條路嘅時候，當我哋都有呢個困難嘅時候，耶穌基督就會體諒我哋，與我哋同行。但願嚟緊呢個新年裏邊，同你一齊同行。上帝與你同行，牧愛堂係繼續向前行嘅。唔知遇到乜嘢問題，嗰個唔係最重要。最重要嘅就係上帝喺當中有冇同我哋同行。喺呢個同行裏邊，你揾唔揾到上帝同你一齊行？但願榮耀歸於聖父、聖子、聖靈。